找不到。哎，你那个箱子找找看。不要紧张没有啦哎，你仔细想想，你可能会放在哪里呀？会不会是这啊？哎呦，这个箱子怎么那么重？你怎么搬得起来？不会啦，这个这么轻。哎呦，我记得那一天我走进来的时候，看见这个箱子，然后你们在找什么东西吗？我的袜子不见了。娘妈嘞，见太嘞，怎么会啊？我来帮忙找好了。娘妈嘞，见太嘞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的袜子不见了。哆瑞咪，哇！你们在玩寻宝游戏哦，好像好玩呢，我要来玩。喂，不是啦，我们在帮达达拉精灵找他的袜子。阿迪古，我问你哦，你有看见我的袜子吗？这句客家话怎么说？这句呢，你可以说，有看到阿妈的梦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跟哆瑞咪精灵说，有看到阿妈的梦，没错。没有哎，不过你别灰心啦，我们人这么多，大家一起找，一定找得到的。哎，不然达拉精灵，你把这个箱子搬起来，我们就可以看看椅子下面有没有你的袜子啦。当然没问题啊，我可是浩克森林里力气最大的精灵哎！来，一下，发生什么事？娘妈嘞，你等你带下。哎呀，阿迪古啊，你在说什么啦？哎呦，我刚刚说的意思是你的袜子在椅子下面啦。耶，太棒了，终于找到了！谢谢阿迪古，也谢谢大家的帮忙哦。这里快了，不对哦，达达拉精灵。怎么了吗？有什么不对吗？你那个袜子是不是很久没有洗啦？我看看，对耶，而且我一靠近就闻到怪怪的味道。该不会那是我们两个上次去跑？哦，对啦，我们上个月去跑步啊，然后在森林里跑完，我就找不到这只袜子了。等一下，上个月，也就是说你这只袜子1个月没有洗喽。对啦，而且那天下大雨哎！救命啊！你太夸张了，你不要过来。娘妈嘞，见太嘞，意思就是你的袜子不见了。有看到阿妈的梦，意思就是你有看到我的袜子吗？娘妈嘞的等你带下，意思就是呢，你的袜子在椅子下面。今天教各位的客家话有没有都学会了啊？学会了。很强哦！